峨眉乡的休闲农业园区，农家风情尽收眼底。黄尧正带我们走过自家晒谷场，头戴斗笠，打着赤脚，怡然自得。道地的我们与天地接触。自小在农家长大，家中厨房还保留传统大灶。融融蒸汽中，黄家夫妻俩正忙着做传统的客家蛙粿。是用瓷碗的，不是用塑胶碗。对，因为是塑胶碗，你怎么吹它都是耐高温，但是你总是还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味道。不停的搅拌是为了不让锅底的米浆变成锅巴。道地客家风味与米式蛙粿大不相同。一整锅再来米浆，除了盐巴，什么都不加。因为它的配料全部都是搅在一起，我们的是另外。黄家夫妇平时务农，小店面只有周末才营业。想吃道地的客家蛙粿，还得提前预定。所以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以前你们自己吃的口味。对，客家人的口味啊。大锅蒸出的蛙粿口感细腻 ，Q 劲十足，加上炒香的豆干、韭菜和萝卜干，好滋味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要记得吃早餐，客家话说，要记得食粥哦。我記得食粥，我記得食粥。